生活喺東涌嘅你，一早起身之後會去邊度呢？只要我哋細心觀察，東涌區裏面都有好多地方可以俾我哋好好照顧身心靈。等我哋一邊認識東涌嘅社區資源，一邊認識5種可以促進身心靈健康嘅方法啦。強健體格係身心靈健康之本，無論係高強度抑或低強度嘅運動，都有益我哋嘅身心靈健康。每日動一動身，為身心增添活力之餘，更有助分泌安多酚，令心情更輕鬆愉快，並減少壓力、焦慮等感覺，同埋可以幫助睡眠。簡單嘅伸展運動亦都係唔錯嘅選擇。喺進行運動嘅時候，保持專注，讓我哋好好了解身體當下嘅需要同感受，暫時放低煩惱。好奇心可以令我哋多啲探索身邊環境嘅事物，提升我哋嘅覺察力，亦有助發掘日常生活中嘅小確幸，感受生活美好之處。好奇心、覺察力亦有助我哋了解自己嘅身心狀態，令我哋識得點樣照顧自己嘅身心需要。我哋可以安排一個時間，全然感受當下，帶住感恩嘅心去細味眼前一切，有助我哋累積更多正面情緒。生活中總有唔同嘅新事物值得我哋探究，或者重拾舊日興趣，亦都有另一番體會。兩者都可以調劑我哋嘅生活，增加新鮮感，而達成學習目標更加可以帶嚟滿足感。時刻保持學習嘅動力同熱情，生活自然變得豐富同充滿驚喜。大家可以多啲利用唔同嘅平台同方法去便利自己學習，例如睇書、睇教學短片，又或者請教鄰里好友。最重要係揀選自己感興趣嘅項目去嘗試。研究顯示，當我哋無條件付出嘅時候，除咗有滿足感之外，大腦仲會分泌多巴胺，令我哋感到愉悅同放鬆。而研究亦都指出，樂善好施嘅人情緒都會較為正面，遇到壓力嘅時候都少啲負面情緒。大家可以由微細簡單嘅方法做起去表達善意，例如係點頭微笑、講聲你好打招呼，或者為親朋好友準備美食。亦可以多啲參與義工活動，為街坊同社區帶嚟正面嘅影響。同其他人建立聯繫，可以幫助我哋建立歸屬感同提升自我價值。我哋可以嘗試互相分享生活大小事，同埋表達支持。多啲同屋企人、朋友、同事、鄰居、街坊，甚至寵物相處啊！不論係日常交談、見面，或者係刻意安排一個活動一齊經歷，都可以滋養大家嘅身心靈健康。我哋亦可以善用社區資源，擴闊社交圈子，向周圍嘅鄰居分享喜悅同埋傳遞關愛，同鄰里朋友一齊善用東涌嘅社區資源，互相支持、互相學習。唔單止可以提升身心靈健康，更加可以強化社會資本，令到我哋居住嘅社區變得更加有韌力。街坊之間守望相助、互勵互勉，共同營造一個身心靈健康友善社區。